进前有一位读台大的张晋生，伊伫2000年的时阵拍篮球，结果煞雄雄昏去，全安尼变做是不灵。了后这23冬以来，拢是伊的爸母咧甲伊照顾，加上是指控讲校方延误就医，而且呢，这病院处理的时阵，佫无处理好势，才互囡仔变做是安尼款。也毋过，即马学校是干那愿意来补助因这10冬的费用，家属决定继续要来申请。 小孩送到这里来念书，然后他们交给我的是一个植物人，完全没有意识的植物人。这个老母甲因后生的手抓抓的，安大伊的情绪。老母的目屎是一直连落来。因囝张晋生伫咧23年前读台大土木系，有一日甲因同学伫拍篮球的时阵，雄雄昏去，变做植物人。送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啊，根本救不起来了呢。 是他们台大土木系的教官呐，一定要救起来。然后救起来之后呢，要我选择，只有2条路：你自己照顾，要我们杀鹅。代志发生了后，23年的期间，刘金生拢是因爸母24点钟甲顾，2点钟都要甲翻身、搭脚只拼、灌食的、抽痰，大便小便嘛拢有人斗3工。2013年，因捌去台大申请，学校决定。 为2013年开始，每一年拨款予因，一直到今年，因爸母阁带张晋生为台中去到台大，原因是家属希望2000年到2013年的费用，学校嘛要付予因，不过学校是无同意。前面13年，我们要求一定要支付给张妈妈，因为张妈妈24小时每天照顾她，从55万，看可不可以调到65万。 8月8号，那一封函到我家，故意要气死我，故意要气死我，就是不同意。23年过去啊，老爸对学校伤慢甲因囝送病院，还佫有病院处理失当等等的问题，也是真不满。学校是佫一届安排张晋生甲因爸母进行会谈，看后续要安怎处理。到1个月之前，会谈还未有结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